我今天还给他引了一个好。是吗？对，你唱清唱之后的那个好是我引的，我还引了2个好。因为有的观众他好多年轻人他不知道什么地方给鼓掌，哈，是的，但是他唱音准也好，音准嗓子也，对，越唱越好。重庆欢迎你们啊！欢迎欢迎！你看，你们这些孩子都很好，而且就是台上，因为他有好多独白，就是个人的这种演唱，他就是有台风抓得住。这个舞台上他一定是要有，就是要抓得住，一个人站在上面就可以把所有的眼光吸睛比较吸入我。谢。如果是我们戏曲都像这样，那就不愁什么都不愁啦。你们粤剧现在培养的学生啊，就是对人物的体会，我还是觉得值得我们学习。对人物的内心独白，就是内心世界的外化的这种，就是潜台词，相互之间，相互之间。